為什麼興趣對所做的事情如此重要？在克羅地亞有一間非常著名的失戀博物館，這間博物館是由一對曾經的情侶、電影製片人歐林卡維什蒂查 （Olenka Vištika） 與雕塑家德拉人格魯比西奇 （Dražen Grubišić） 共同創辦的。雖然他們在創辦博物館時已不再是情侶關係，但他們的故事吸引了眾多關注，使這間博物館成為失戀博物館的始祖，並促使世界各地陸續出現類似的博物館。提起這間失戀博物館，這對曾經的情侶創辦的原因源自一隻毛絨兔子。當他們熱戀時，無論誰出差都會帶著這隻兔子，並在世界各地為它拍照，像指另一方一直陪伴着自己。分手後，他們發現家中積存了許多戀愛時期遺留下來的物品，雖然感情已逝，但這些物品仍具有存在的價值。於是他們決定創立一間博物館，將這些藏品公開展示，與同好分享。結果，失戀博物館開幕後引起了廣泛關注，許多分手的情侶，甚至仍在熱戀中的人們，對展品內容充滿興趣，並產生強烈的共鳴。直到現在，儘管這對創辦人已不再是情侶，但他們依然共同管理這間博物館，並影響着世界各地的朋友，促使越來越多類似模式的博物館相繼成立。失戀本身並非美好經歷，許多情侶在分手後往往不再相見，曾經最熟悉的人反而成了世界上最陌生的存在。然而，這對來自克羅地亞的情侶卻能走出負面陰霾，反而因自身經歷找到合作的契機，以另一種方式延續彼此的感情。雖然他們不再是情侶，卻成為了更親密的合作夥伴與真誠的朋友。在冰島有一間陰莖博物館，創辦人名叫西格德，他本身是當地一所學校的校長。某天，同事們開了一個玩笑，將一條公牛的陰莖製成牛鞭送給他。起初，同事們以為西格德會感到憤怒或尷尬，沒想到他卻非常喜歡。說到這裡，筆者不禁覺得冰島人的幽默感十分有趣。相信生活在香港的我們，很難想像有人會送生殖器官作為禮物。接住，同事們再接再厲，不相信西格德能接受這麼奇特的禮物。於是，他們在暑假期間於捕鯨站工作時，買了一些鯨魚的陰莖送給他。相信對不少人來說，陰莖是污穢的東西，但對西格德而言，他竟覺得越來越有趣，開始逐漸收集不同動物的陰莖標本。從1974年收到第一件公牛陰莖開始，到1980年，他已經收集了13件陰莖標本，並持續擴充收藏。到了1997年，西格德獲得政府資助，在冰島開設了首間，也是唯一一間陰莖博物館，展出他收藏的62件不同動物的陰莖標本。如今，陰莖博物館已由西格德的兒子接手，收藏數量已超過200件。除了動物的陰莖外，館內還展出一位老人家去世後捐出的陰莖，作為展覽用途。陰莖博物館不斷刷新了博物館能夠達到的細緻高度。陰莖作為哺乳類動物生命的起源，這個小小的器官蘊含着偉大的生命力，因此設立一間博物館來歌頌這個器官，其實十分理所當然。然而，筆者非常佩服西格德的勇氣，因為在不同的社會中，陰莖往往帶有不潔的形象，要公開展出，實在需要極大的勇氣。當然，參觀者也需要相當的膽量，並非因為陰莖會傷害人，而是當我們告訴他人自己正要參觀陰莖博物館時，別人總會投以奇怪的眼光。筆者記得年幼時，香港曾舉辦過一次人體奧妙展，裡面亦有展出陰莖的項目。筆者記得在同學之間討論整個人體奧妙展時，陰莖成為當時的熱話。當時大家討論的態度多半帶有取笑的意味。由此可見，能夠持之以恆，以專業的角度經營一間陰莖博物館，實在不是簡單的事。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兩間筆者覺得非常有趣的博物館，分別是失戀博物館和陰莖博物館。這兩間博物館本身的存在就十分特別，因為他們所探討的主題既細緻又偏門。筆者除了對展出的物品感到興趣外，更欣賞的是創辦人那份熱忱。
創辦這些與眾不同的博物館，往往涉及具爭議性的議題，創辦人必須承受相當大的壓力。唯一能解釋他們堅持的原因，就是對所做的事情感到有意義且充滿熱情。有時候，即使明知某件事有價值，要堅持下去其實非常困難。筆者認為，興趣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助燃劑角色。當我們對某件事產生興趣時，就會進入所謂的心流狀態，專注且全心全意地做好自己的事情，而不在意他人的反應與評價。結果，我們一步步穩紮穩打地完成目標，別人看到成果也會給予尊重。因此，至今無論是失聯博物館還是陰莖博物館，都已成為當地的熱門景點，並成為他們獨特的賣點。由此可見，當我們做事時，首先要找到自己的興趣，這樣才能自然地堅持下去。